别急啊，你慢慢走，不着急。你看，其实我也可以很善良的，我也想做个好人，可是我没得选啊。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这次我一定会说实话，我一定不会骗你。你想好了？只能问一个问题。怎么能让你不哭？不是，我说了只有一个问题。或者，你该问我，你问我，我到底对你有什么目的？我还有什么企图之类的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执笔雾散去，光亮起，且似雨，轻一句，一蓝缕，走过的痕迹，被世人标记。我告诉你，常做了戏。命运里谁不惧被嫌弃？此万缕在博弈生死局，不由己生无尽的影子来去，一阵微风捎来一夜雨。愿万里你就是他。划过你，愿闻你掉进心，呼吸你，情字被煽起，燃起发疏离，唯愿的话语不见踪迹。我沉寂。
如今这院子是我的，名分是我的，王妃之位也会是我的。姐姐，这相府之中还有什么是你的？洛洛，你看，本王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好可爱的小兔子。傻丫头，等你嫁给了本王以后啊，这全京城的兔子都可以是你的。殿下，别说这样的话，私定终身是要被人耻笑的。我早就和丞相表明，非你不娶。要不是苏云起和陆怀总是添乱，你我早就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他们当真要挡我的路？我饿了，你能陪我一起吃吗？陆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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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陆怀被刺客所伤，伤口迅速恶化。你以为在我的画板里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他之所以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苏洛洛为陆怀挡箭的情节被你篡改，导致陆怀和苏洛洛未产生感情。哼，所以他就没有用了。只有他们产生了感情，陆怀才能安全。你到底想不想救他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这就走了？我又不是大夫，我在这帮不上什么忙。我会好好照顾陆大人的。你看，这不是还有他呢吗？
可能真的不适合我吧。陆大人，苏二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人这几日昏迷，洛洛一直在照顾大人。苏云起呢？姐姐这几日根本没有管过你，大人这样对她，值得吗？账本不见了，什么？苏云起也不见了。别急，虽然不知道姐姐做了什么，但我愿为大人去看看情况。云起呀，好闺女，你可真是了却了爹心头的一件大事啊！爹，想要拿到账本，你得答应我3个条件。好，莫说是3个，就是30个、300个，爹都答应你。第一，我要你昭告天下，我娘亲清清白白，还要把她的灵位风风光光的迎进祠堂。好，爹答应你。爹。闺女，你接着说。第二，相府嫡女只能是我，苏洛洛的娘亲永远不能扶正。你若现在不答应，我就将账本还给陆华。哎，不，闺女，爹答应，爹答应你。爹，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好，闺女，接着说。这怎么是半本？第三，我要你保证我的安全。如若我有半点闪失，那另外半本账本将会公诸于众。苏云起，爹，口说无凭的承诺，我怎能相信？我将另外半本账本放在很安全的地方，只要你完成承诺，我就还给你。你可真是爹的好闺女啊！对不起，陆怀，我不能拿你的命去赌。我做了1个下午，都成面糊了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开过光的幸福牌。不用找了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辰？想了解的人，自然会去了解。其实，洛洛早就对大人。
小姐，这花还撒吗？小姑娘，你扔地下的花瓣得打扫干净啊！你要做什么？陆怀，生辰快乐！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。你送给我的生辰礼物是早生贵子。嗯？什么？早生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太着急，我买错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只是不觉得你会因为贪功而杀人。什么？你是索甲卫副指挥使哎，可是你们家连个像样的待客茶水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想要升官发财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发现吗？你们家都是最便宜的散装茶叶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挑三拣四吗？所以说，你一个不喜奢华、对生活质量没要求的人，你要升官干什么？他的夫君独治，害得新任状元枉死。如果我不当场做决定，圣上恐怕会牵连他全家老小。所以，你不解释的原因，是因为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你。是因为没有人想听。陆怀，我想听，以后你可以说给我听。陆怀，陆怀，我可不可以留在你府上当丫鬟也行啊？
哦，对了，你的被子太粗糙了，我皮肤娇嫩，只有江南锦绣庄的真丝被子才行。梳妆得要玉芳斋的紫檀木梳妆镜。哦，对了，燕雨楼新出的胭脂也不能断。还有啊，我的尺。你确定是来当